最後一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志合拍內欄相當快閘啊！中間有勝多多啦，路勁啦，中檔夾住第4位，仲有環同啊！外邊淺藍衫咧，第5位到咧就巴閉王嚟噶。中檔位置啦，第6位嘅馬咧，先見到個馬匹有寶城之好，外邊馬池燈啊！內欄位置白衫白帽尾5咧就川河石區啊！後邊嗰4匹馬，奇異歡聲、長勝力區、閃電奇進啊！暫時殿後個馬匹係電子紅心嚟噶。好啦，過晒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就路勁貼欄放啦，巴閉王就第2位啊！內欄第3嘅馬就係勝多多啊！第4位呢，外邊位置有環同啦，埋邊第5位就志合拍啊！中檔第6位嘅馬寶城之好，外邊馬池燈啊！內欄呢一路捽緊嘅咯，尾5白衫白帽川河石區，後邊嗰4匹馬奇異歡聲、長勝力區、閃電奇進包尾入直路係電子紅心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呢，前面路勁呢仲係佔先噶，外邊巴閉王越逼越近噶啦，偷內欄上有勝多多，中檔追嘅馬有環同啊，入邊追呢，咁啊仲見到志合拍，後多層嘅馬就馬池燈嚟噶。最後100零米到啦，環同外邊冚上嚟，中間追上嚟有志合拍，埋邊仲有路勁，接近終點，志合拍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嘅話，相當接近啦。埋邊路勁，外邊係環同啊。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咁啊埋邊勝多多，出邊追上嚟，仲有隻馬池燈啊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志合拍當然都利用到個檔位嘅優勢，前中段貼欄慳咗位，咁啊入彎攞出嚟中檔，咁啊結果一攻而破。第2名埋邊路勁，外邊有環同要影相。第4名係咪馬池燈出邊追到上嚟呢？好啦，都把握過一檔機會贏馬啦。志合拍第2名呢就好接近啦，環同啊應該同隻路勁影相啊，路勁係高盤啲嘅。沈集成啦，就最快日第4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好平排啊！呢組嘅閘商啊，前面塊淺藍衫驕陽紅心啊，咁啊外邊位置騎上去有得贏啦。內欄位置呢，仲有呢隻雷神太保啊，第4位豪邁先登，第5位出邊走上去勁進非凡啊。內欄第6位藍衫大面箍博愛先鋒，中間呢就鋭木啊，後邊嗰5匹馬快搏啦，紫色衫尾5嘅，外邊藍眼罩尾4有朗日自強啊，維港激流就向尾3，殿後一對馬外邊啊手進埋邊粉紅眼罩呢，就係呢隻彩虹7色嚟噶，去到對面直攞中尾段啦，咁啊呢隻驕陽紅心咁啊好順利擺咗喺前面放啦，外邊有得贏咧就拍咗上嚟啦，守住個內欄第3呢有雷神太保啦，第4位係豪邁先登啦，外邊係勁進非凡啊，內欄藍衫大面箍有博愛先鋒，中間係鋭木啊，等入邊紫色衫啊快搏掟出去外邊追嘅嘛，有朗日自強嗰啲啊，好啦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驕陽紅心啊佔先嘅，見到外邊位置勁進非凡開始撻着咗追佢啦，中檔有博愛先鋒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朗日自強，中檔位置係鋭木噶，最後100零米，驕陽紅心仲係佔先啊，勁進非凡越逼越近，埋邊啊呢隻博愛先鋒接近終點，驕陽紅心贏啊，跑第2名，埋邊博愛先鋒喘咗上嚟，出邊位置呢就係呢隻勁進非凡，第4名係朗日自強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其實都係主動型放頭嘅驕陽紅心，咁啊結果放到啦，博愛先鋒喘內檔上咗嚟，跑咗個第2。勁進非凡外邊第4名嘅馬係朗日自強。好啦，驕陽紅心沈集成啊追翻2場先，第2名係博愛先鋒，第3勁進非凡，第4啊朗日自強。咁啊，都最後賠率咧好分少少嘅，個獨贏就都有1.7倍啊，過千萬。幾居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快閘嘅馬呢，燭光晚餐外邊快，中間勝萬金埋邊加州本事啊，內欄粉紅衫紅眼罩，年幸運都上啲啊，外邊啊咁啊大約跟住個第5、6位啦，有黑衫嘅武林寶典啦，最出嚟有進同心啦，馬林裏邊啊藍地球橙衫啊騰龍四海啊，尾4內欄幕係觀金旗啊，後邊嘅3匹馬品德寶寶藍眼罩尾3，中間夾住騰星龍區啊，殿後個馬匹呢係領航君子嚟㗎，好啦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勝萬金嚟。第2位呢有燭光晚餐啊，第3位埋邊有年幸運啦，攞出去外邊啊武林寶典啊，第5位加州本事響馬林裏邊，第6位嘅馬座觀金旗啊，揈出外邊追係品德寶寶嚟噶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勝萬金仲有半個馬嘅優勢，中間燭光晚餐上啲，外邊武林寶典追啲，後多層啊嘛座觀金旗，出邊位置呢就加州本事啊，接近終點武林寶典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話呢，好接近啊，終點嗰步壓落去。睇下係埋邊嘅燭光晚餐定係大外檔，
品德寶寶，中間仲有加州本事內蘭勝萬金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呢隻武林寶典轉咗啲配備呢，咁啊順利贏馬喎。第二名咁啊好近啊，1號係燭光晚餐大愛當，有品德寶寶，中間夾住加州本事埋欄位置，仲有呢隻係勝萬金。好啦，武林寶典啊，方家柏又入一球。第二名啊，好接近啊，睇下係咪燭光晚餐高啲啊？似係燭光晚餐啊，不過3、4名就真係近嘅，真。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，中間位置就奔放都係快噶啦。響佢入邊飛為僥倖喎，外邊仲有2隻噶，知足常樂最出嚟一起美麗啊！內欄粉紅衫有熒光，你亦都跟前啲啊。馬林裏邊啦，咁啊有浪漫戰神埋邊啊仗義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春風萬里就響尾5內欄粉紅衫嗰匹啦，後邊嗰4匹啦，分別有幸運派彩、展鴻志、川河耀區啊，暫時殿後係極光之子嚟嘅。好啦，轉呢個呢就係滿貫灣。前面放啊嘛，就非為僥倖嚟噶。外邊一起美麗走咗上嚟第2，奔放就跟住個第3啦。內欄第4係有熒光啊。第5位中間有浪漫戰神，出邊呢就知足常樂啊。內欄位置仲有隻仗義啊。後邊嗰5匹馬仍然係春風萬里啦，幸運派彩啦。尾3有展鴻志啊，尾2呢就川河耀區啊。殿後個馬匹仍然係極光之子嚟噶。去到對面直路嘅中段，接近呢個800米段處啦。前面非為僥倖仲係放嘅，一起美麗響外邊啊跟啊，第3位嘅馬出邊有奔放啦，埋邊粉紅衫就有熒光啦。第5位沿路外碟喎，知足常樂啊。馬林裏邊有浪漫戰神，內欄第7位都就仗義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出邊極光之子呢就尾5黃衫走咗上去噶啦。馬林裏邊尾4呢紅衫白帽呢仲幸運派彩啊。尾3內欄春風萬里，尾2白衫川河耀區，咁啊包尾入直路係展鴻志嚟嘅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非為僥倖佔先嘅，見到中間一起美麗開始推進啊！再見到外邊啊，極光之子衝上嚟嘅勢頭相當勁啊！中間仲係幸運派彩啊！最出嗰邊係川河耀區嚟㗎，最後100零米極光之子外邊佔先，幸運派彩響第2位，進佔第3有川河耀區。咁啊呢隻極光之子外邊冚上嚟，贏得非常輕鬆啊！第2名㗎嘛，幸運派彩，第3名川河耀區，第4名係展鴻志啊！結果今晚嘅賽事呢一組呢，好大嘅分別喎，前面嗰啲都係跟前啊、放頭啊，今場馬隻隻都追啊，咁啊而極光之子贏起上嚟嘅姿態，亦都係相當輕鬆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幸運派彩，咁啊第3有川河耀區啊追咗上嚟，第4名出邊係展鴻志。今場啊繼續有快步速，咁啊益晒呢隻極光之子啦，伍鵬志嘅馬連捷啦。咁第2名就幸運派彩啦，初跑跑馬地亦都係跑得相當。第2暫時顯示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北地烈馬外邊可靠大師啊，進佔第3位有王者有利啊，內欄第4灰馬冚天鐵翼啊，藍衫黑帽呢第5位進佔第4電源之區啊，響外邊有沙井之友啊，後呢個馬匹呢有嘉應勇將快活英雄啊，後邊嗰4匹分別有長勝金剛啦，尾3位至志滿同行啦，尾1怡傲錢莊暫時包尾喎係觀眾之力嚟㗎，咁啊過晒呢個800啦，前面一對就肥㗎啦，外邊位置可靠大師，埋邊呢就北地烈馬落去咗個零身位，電源之區呢就第3，內欄第4係王者有利啊，再落後個幾身位，第5位就沙井之友，第6位灰馬黑衫冚天鐵翼啊，後邊嘅馬啦，先見到有呢隻嘉應勇將快活英雄啊，尾4長勝金剛，尾3怡傲錢莊，尾2呢志滿同行包尾入直路係觀眾之力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外檔冚咗上嚟啊，電源之區出咗嚟先，中檔位置追佢嘅嘛，有沙井之友，咁啊外邊位置冚天鐵翼啊，出邊仲有嘉應勇將啊，咁啊再外邊位置就觀眾之力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個賣電源之區，冚天鐵翼上緊嚟，最出位置衝啊！觀眾之力好犀利啊，接近終點第1名相當近啊！冚天鐵翼中間透出咗，外邊追上嚟，縮住嚟跑喎。今次嗰隻觀眾之力啊，中間位置仲有嘉應勇將，咁啊至於第4名啦，埋邊電源之區，咁啊中間仲有紅衫嗰隻沙井之友，頭馬係冚天鐵翼定係出邊觀眾之力呢？肉眼睇就可能冚天鐵翼高少少啊，不過就好接近啦。觀眾之力要影相。第3名嘅睇下嘉應勇將定電源之區啊，亦都係好近㗎。
望落就好似嘉應勇將開邊嗰匹